字棍基本三式。第一式流星趕月、白蛇吐信，一齊學啦！呵，師傅，我紮好馬啦。唔使紮馬嘅，輕鬆企得啦，膊頭同腳同闊，最緊要咧，我哋隻腳咧11字腳，舒服自然。好，咁我哋第一步咯噃。第一步，拳頭揸棍頭，拇指摸到條繩，呢個就叫棍頭啦。然後咧平拳出去，慢慢咁咧批踭將支棍打直，拉翻去夾住支棍，呢個就第一步啦。咁第二步咧？第二步一樣將個拳頭打出去之後，手腕向天。然後開頭咧，我哋用唔到力啊嘛，用膊頭同踭嘅力喐動到支棍先，慢慢咁用手腕力，最緊要手伸直喺胸口前，跟住舉手，手踭內窩90度，呢個就第二步啦。係第三步咧？第三步將支棍放出去，扭腕向地，拳頭都係平嘅，一樣批踭夾翻支棍，手踭內窩90度，然後推翻左手，點啊？完成！點啊，教練，我表現如何啊？我諗就值70分啊！以示鼓勵，係啦。以示鼓勵就我爭咩啊？爭咗個定勢同氣勢哦！我有㗎，大家記住喺屋企練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